对话题第11题，我们看空格前和空格后哈。空格前的话，因为这个概念的话，它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？一个叫做 owners，是就店铺的拥有者或拥有者 customer 顾客 ，store 是指摊贩，摊贩的老板和顾客之间的对答。这个时候他讲 customer 是 I can use。Can use chopsticks? Can I have? 我是否可以有什么 ？Have a fork？他是不是想用叉子？他们现在目前想点一份蚵仔煎，叫 oyster omelette，所以他想要点一份蚵仔煎，用筷子不会使用。这老板怎么说呢？You're welcome. Of course, here you go. 他讲说没问题这给你。这时候回答 Thank you 是完全合理。所以 Here you go 就是你要的东西，这给你。Here you go， 这拿去吧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题的话，答案是 B。